虽然国内疫情渐渐稳定，不过看到国外经验，依然是一场长期的抗战，需要有长久的防疫物资，才当互第一线医护人员来对抗病毒。所以入去陈天辉议员第一天结合邀请驻防现场纯生业事业公司甲大洋事业，第二波再主管3000名上届需要的防护衫、和声带甲基理病院。人员非常需要防护衣这个兔宝宝装能够让他们加强防护，所以他们又特别加订了3000件哦。那也要特别感谢包括我们的大洋实业、春盛益实业，还有中联工业、允联企业，还有全局股份有限公司，大家一起的赞助，然后让我们今天在募得3000件防护衣。这3000名俗称的兔宝宝装，所有关系的单位都要请厂商加开生产线完成，这新为医护人员尽一份心力，也是一个提升防护力，成为台湾上水的风景。台南新闻编辑蔡平报道。